只在我哋而家最大嘅挑戰唔係現況，係嚟緊超老齡社會之下，我哋喺好多疾病預防，喺好多康養服務，包括醫療上面，我哋都會有更多嘅人手或者唔同專業人員嘅需求。咁但係與此同時咧，其實而家好多應屆嘅醫療人員嘅畢業生咧，佢出到嚟就話我都揾唔到嘢做。我哋講緊就係未來嘅職涯規劃，我哋建議一個人為咗老齡化社會有你嘅空間，你要入去讀。但係醫療我哋係一個好長嘅培養過程。咁究竟呢啲人佢覺得佢應唔應該踏入呢個行業呢？我覺得呢個職涯規劃係要將未來好多人員規劃好詳細嘅資料，真係要話到俾佢聽，佢作出佢職業發展嘅規劃。第二嘅就係我哋而家唔單止講公營醫療，我哋喺非牟利機構，包括一啲院舍，我哋唔單止係醫同護，我哋仲有我哋3類嘅治療師同埋其他照護人員。我哋嘅人手比例同需求，政府會提供幾多資源投放？我哋有幾多機構需要幾多服務？有幾多人手配置？其實呢啲係需要好詳細去規劃翻，否則我哋就會即係錯失咗而家去為未來呢一個老齡社會去作出準備。會好希望咧喺呢個短期嘅階段，政府會重視人手配置嘅問題，減輕公營醫療人員嘅壓力。但係長遠嚟講咧，就係話成個嘅發展係點樣去做咧？呢度係好希望政府更加精細去講翻。其實非常之理解議員啦，同埋社會各界咧對醫療人力資源規劃嘅呢個問題嘅關注嘅。確實咧呢個數據咧既關係到我哋青年一個專業嘅選擇啦，同時咧亦都關係到我哋成個澳門醫療系統，甚至乎係老齡化社會我哋嘅醫療保障點樣去高質量嘅發展嘅。所以呢個確確實實係一個民生嘅關切，所以亦都係我哋一個工作努力嘅一個重點。我哋非常之認同開展呢個醫療行業嘅人力資源嘅規劃。咁我哋應該即將咧就係由衛生局啦，同埋人才委啦，咁我哋共同咧開展呢一個規劃嘅研究。其實呢個行業嘅新嘅需求、新嘅崗位亦都不斷湧現嘅。喺呢方面呢，可能政府咧未必有100%嘅觸覺去捕捉晒所有市場嘅呢啲新嘅職位，所以我哋好希望咧攜手社會啦，包括咗特別係業界啦，專業嘅團體啦，同埋議員方面啦，我哋去共同做好呢一個醫療嘅人力嘅規劃嘅。咁希望咧，為日後我哋嘅無論係青年嘅擇業又好，對於我哋應對老齡化社會，為我哋醫療系統咧都可以有一個提供一個參考同埋指南嘅作用。咁因為我哋都知道咧，一個學生要揀去讀啲咩嘅專業。到佢真係投放到去可以提供服務咧，係需要一個比較長嘅週期嘅。可能我哋而家講係講緊而家嘅情況。咁頭先係你議員講係好好嘅，我哋喺未來嘅需求先緊要。所以或者我從大圍去講咧，以醫生為例咧，究竟其實未來一段時間究竟係需要幾多嘅一個醫生？我哋打一個原則性嘅分析。現有嘅醫生更替呢個就必然嘅。咁我哋按翻一個比率，一個醫生你假設佢工作大約係40年嘅時間。咁換言之咧，我哋2000人嘅醫生規模係每一年需要更替嘅係2到3%，即係呢個係剛需嚟嘅，即係實有人退休，實需要新嘅醫生去加入。咁呢度咧可能即係其中一個更替嘅數字。咁未來嘅數字咧，亦有一種可以係用按照我哋唔同機構嘅一個標準人員配置去計嘅。